透过正人捐赠的爱心白米，总共3.5吨这么多，一部分代表性的白米才摆伫议员李启伟服务处门口。议员为了帮助南台南家扶中心的学生所需要的就学奖助学金，也是济善心人士甲企业，除了捐赠白米，也集资将近20万。27号上午正式捐赠，场面温馨。台南心肝宝贝，上！很感谢社会各界有很多的善心人士我们潘姐张姐这个号召之下今天为我们这个南家府捐助了差不多3.5吨的白米还有将近20万的奖助学金将开学这一刻可以在顺利的开学，然后安心的在学校念书。那同时李启为议员也谢谢他跟整个的团队的话，他们送上我们的爱心物资，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在生活物资上这边得到更多的支持。会中主管机关社会局甲教育局拢到场见证，肯定各界爱心，帮助弱势家庭的囡仔有机会教育实现梦想。社会流动上较紧的方式就是教育嘛，所以按这个助学圆梦，真正是非常的有意义。对于弱势的家庭而言，我们来扶助这些有需要的这个学生，让他们能够拥有一个公平发展的一个机会。我想这不只是社会的一个期待，这嘛是我们公部门应该爱做的责任嘛。根据了解，所有捐赠者拢是做好嘢，拢是甘奉献一点一滴的力量来帮助有需要，嘛互家扶中心相当感动，呼吁社会大众继续支持。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